最近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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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行，你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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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贵姓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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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姓叶，我姓叶，我姓叶，我姓叶。您是哪国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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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中国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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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觉得中国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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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很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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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会说英语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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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说一点点英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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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会说斯洛文尼亚语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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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会说一点点斯洛文尼亚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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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能问您一些问题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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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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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可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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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意思是很美。这个意思是很美。这个意思是。这个意思是很美。这个意思是很美。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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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书包。这是书包。这是。这是书包。这是书包。现在几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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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8点。现在8点。现在。现在8点。现在8点。谢谢，再见。